开始，赶紧来关心受风面的影响，早暗是变局。苗栗107个县市风头好大，而且嘛有露出灾情。桃园的路竹南山路就淹水，水是淹过一个车轮管。另外，透强风嘛造成几个所在路树倒去，亲像伫台北市的上山区倒去的路树，就去缀着经过的奥多拜，加载骑奥多拜的人无性命危险。大雨落未煞，台北上山区的一丛路树，直至暗时10点外向倒落去。这30多岁骑机车的女士闪袂赴，连人带车互树底伤，好佳在送医了后，无生命危险。同款发生伫北投，埔华边的路树伫暗时10点外倒去，影响2台汽车，好佳在无人员受伤。受风面影响，桃园直至暗时落大雨。路竹南山路水淹一车轮管，路边规排机车浸伫水内，用工处紧急派人抽水，将近行道的水沟外拍开，一直到报名11点外，双向交通才恢复。今天的主要原因是，真的是因为它的时雨量太高了，将近是70了。车道以后被堵塞，泄水不及，排水口如果因为附近如果有树叶或者脏乱，去把它塞住的话，就会淹到外面去。雨大搁紧，还阁有闪电线啊，杨梅龟山、路竹桃园中立这所在，拢陆续出现车路淹水情形。这路竹还阁有手机拄着电线，至少2000多户，暗时9点外无有限停电，伫10点外才来电。新北土城因为风雨真大，日至暗时11点外发生面体之楼外壁放落去，缀着下平的打车。大雨地区各地南山灾情真济，好佳在无造成重大伤亡。气象局今日游园针对恒春半岛甲苗栗关山区发布大水雨特报，民众出门爱细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